謹守口舌。雅各書3章2節。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，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言語對基督徒嚟講係非常重要嘅。喺日常生活之中，我哋必須要注意自己嘅談吐係咪會榮耀神。聖經嗰度清楚話俾我哋知道，基督徒係要逃避淫詞、妄語、謊話、戲笑嘅說話、咒罵嘅話語，仲有係一口兩舌、詭詐嘅言語、背後嘅批評、論斷人嘅說話、世俗嘅虛談同埋荒謬嘅說話。而靠住主經常講感謝神嘅說話、造就人嘅說話、誠實嘅話、同人和睦嘅話、友善嘅話，同埋仲有係結嘴唇嘅果子獻俾神。神嘅救恩不但救贖我哋脫離罪同埋不義，更加要令到我哋做一個完全人，活出主耶穌嘅樣式。所以佢不但要我哋喺行為上完全，更加要我哋喺言語上亦都完全嘅。咁樣我哋點樣能夠可以喺言語上得以完全呢？多嚟榮耀神呢？首先就係要先嚟對付我哋自己嘅心，因為喺馬太福音12章34節嗰度，耶穌話：心裏所充滿的，口裏就說出來。因為咁樣，如果我哋嘅心俾肉體、俾血氣、罪惡、虛假充滿晒啦，自然就會結出壞嘅果子。如果我哋嘅心俾主嚟充滿，自然就會流露主嘅聖潔、公義、仁愛、和平，同埋結出生命嘅果子，令人得以造就。所以我哋何等需要時常都去親近主，信服聖靈嘅光照同埋管教，注意我哋嘅談吐，喺敬虔上去操練自己，生命長進，得以進到完全嘅地步。親愛嘅主耶穌，求你時刻看守我哋嘅口，保守我哋嘅心，求聖靈常常光照我哋，除去我哋心中一切嘅苦毒、虛假同埋血氣，天天用你嘅愛同埋真理充滿我哋。願我哋口中嘅言語、心裏嘅意念喺你面前蒙悅納，等我哋喺日常談吐中總能夠講出造就人、榮耀你嘅話語。靠主耶穌嘅名祈求，阿門。